啊，那已经好几年没有站在这个地方跟同学讲话了啊。我记得我民国78年8月1号来到江翠国小，78年8月1号，今年是106年的1月19号啊。请问老师在江翠国小多久了？ 我都快要算不出来了啊！那老师在江翠国小呢，担任过音乐老师、自然老师、电脑老师，那也带过高年级、5、6年级。那最近呢，这几年都是带中年级啊。那也在学务处、训导处担任过组长。 那最长的呢，也是在总务处担任事务组长啊。那老师在江翠国小的这一段岁月里面呢，也曾经指导过合唱团。第二用那种不相信的表情，合唱团啊，管乐团啊，管乐团啊，柔道队。 不信吗？我也不信，不相信。柔道队啊，田径队啊，昨天那个晚上有退休，不是退休，是昨天晚上我们老师的聚餐，有一位家长主动来跟我。 相认，他说他是以前田径队的时候我带的那个学生，现在好像是1年级还是2年级的家长啊。那今天过完今天，那也就是说，老师的在江翠国小的这个时间就再见了，就结束了啊。那。 从这一学期开始呢，我就在教室的黑板写上跟我的班上410相聚，还有99天。今天呢，已经归零了啊。那有一点点感伤啊，但是我想说，最后呢，我还有几件事情呢，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算是我的感言，那也算是最后的叮咛啊。那。 第一件事情就是安全第一啊。那我要讲安全第一是什么呢？因为在我的以前带过的一个柔道队的一个学生他是高年级的一个学生那他放寒假的时候跟回到乡下然后跟 他的亲朋好友去玩，他们去哪里玩呢？他带表哥带他们呢到铁轨旁边去放冲天炮。那你应该想到，我刚到铁轨嘛，对不对？那一天之后，他就没有回到学校。他在放冲天炮的时候被火车撞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柔道队里面都是经常拿金牌的选手女生漂亮的女生从此就没有再回来学校安全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要想这个活动是不是安全的什么事情都把安全摆在第一，好不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孝顺父母。你春节、寒假有20几天的时间，那中间还有一个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大扫除嘛，对不对？你平常你上学可能没有时间，但是寒假有很多的时间帮忙你的父母亲，帮忙你的阿公阿嬷做一点家事孝顺父母长辈
第三个，刚刚我们引导的辅导师主任已经讲过了，运动啊，运动真的很重要啊。那像老师，经常我们周末的时候，那个礼拜5出的功课一定是家事跟运动啊，数十年如一日啊，每个礼拜5固定的功课就是一定有家事跟运动啊。那我今天算是最后一天了，那提出了3件事情跟大家互相勉励啊。那也希望每一位在校的，不管是老师或是同学呢，在新的一年都能够事事顺利、平安。再见了，谢谢大家。